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抢在报道台湾乌熊，爬山的人看到，敢若嘛变做是一件真殊常的代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熊使用熊第5条。这个熊都有真一般的意思，咱讲平常事常，甲一般的情形无共，咱就讲反常。另外，常常发生的代志，咱讲是无常。啊，一般咱大家拢应该知影的知识，咱讲是常识。就安怎，咱讲是非常。啊，若普通时，咱讲是日常、平常时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强，像咱讲强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事常，代表讲正接做一项代志，嘛会当讲是定定强在、常常不时。另外，事常嘛有真普遍、真平常的意思，像讲伫咱台湾，机车是真事常的交通工具。第二个词读做强在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伫台湾，蚵油是真事常的甜路，有的人常在食这款点心，结果真侪人唔知影讲蚵油是咱台湾的特有种，其他的所在人想要食蚵油，都要进口才食会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常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强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